小子，说问小口先生名谁？家是哪里么？你且听了。请驾临。吃了啥了？我还不晓得呀。本来这个啥上头的一句嘛，我叫脱口而出呀。那用的哪位人啥？对神道不祥。隔壁的白素贞对小亲亲忙忙做耍话，龙江的来日的小猴子，你看伢对神道也不祥子。那么还是我来问，门的耍门里安到几伙事了？但是身浪向的大白狗，他却做啥一人？但是想我倘是不是讲门门，不被我讲子呀。学相公，小子。答不出，问我都得啥个事？我的想穷，从小死爷娘，
让别人家具体的像破具的12年之要做1年6个洞的底薪的一折，后长看刚刚结板板的，难道4年？虽然说2个字，为自家一儿退步好了啦，分多些事呀。小子，我是清杂狗。家与平安，狗儿与你是要杀人能做生计长后年。也是回答不出。问我做啥个生意？一名小小伙计，俺能给了就随便那讲不得。为啥么你身上像副单被看得出？大人家出来彩金小家，我说出来一名小小伙计，身家太微的太大，别看我不起。想想那边打那旁边，不能看不起啥事体？我做不起，也看得起看不起了。是看我说一3句话。说得对眼睛，我这个老板，啥个老板？开药材店的老板。这说是想话说，我被药材店开得小点好了呀。啊，小子，我是生药铺小经营，是来。开始小小药铺，把手真一听嘛，哦哟，想来日的小伙子，他还会说句话的呢。啥叫啥开始一位小小药铺了，明明是个小伙计呀。那么还要说丑版呢？哦，搿来副别在，耍起嘛，别人家要落不落的呀。小相公，是。我再来门口里安排清了，口里那行讲，想必你们看里之际，终于夫人娘是海的。这许是呀，哭出来子呀！那你问上来个闲话，我才回答不出的呢。有家孩子，那夫郎娘娘啊，在屋里向搞起我啊，许先生配亲啊分配亲嘛，落得来搞起我呢，穷呀！搿么许先生，你稍微张眼点啊，自家刚刚说啥句话了？我是老板啊，不会说句话，忙记得是呀。小子。我是家境清哎，毫无积蓄，车水空啊就不能。神家事，这知人狗儿为妻啊！
所海里，莫与配对有情。